他放弃富贵，只为守护那份真情。信浓国松代藩的武士伊田启七郎的女儿阿高，一边照顾生病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弟，一边靠纺棉线维持生计。在会所受到称赞后，阿高买了父亲最喜欢的鲫鱼，心中充满了温柔的喜悦。然而回到家后，弟弟松之助态度冷淡，让阿高感到不安与困惑。那天夜里，父亲告诉他，生母阿伟病倒了，希望他前往松本探望。阿高想起生母西村家因贫困而将他送人的往事，也记得几年前未果的接回谈判，但他仍决定前往探望病中的母亲。到达松本西村家那座气派宅邸后，阿高立刻明白，母親並未生病，而是借病之名展示富貴。面對豪華的宅邸與豐盛的飯桌，阿高並未感到。完整視頻見，現在就來看。